巴西仔。近日見到有網民喺社交媒體反映用九巴 app check 巴士撈好耐，更加有 KOL 拍片將九巴 app 撈十世，搞到走咗班尾班車，拍成一個古仔。前幾日九巴 app 終於改良，以秒速開 app 同埋加入獨家功能為賣點，感覺係快咗，但係始終都走唔甩，有廣告彈出嚟呢一個命運啊！要解決去廣告呢一個問題，我為大家推介一個巴士 app HK Bus Stop App 啦。呢個 app 主打零廣告，同埋針對住 check 巴士之前，總會有廣告彈出嚟阻住。呢一個 app 界面簡潔，喺右上角嘅頂部有個人化設定，可以 set 做黃色或者黑色為主題，同埋輕易切換語言。除咗有基本嘅 check 巴士時間同埋班次之外，仲可以 check 到港鐵、小巴、輕鐵、渡輪時間表等，非常之方便。仲可以將常用嘅巴士路線加入收藏裏面，更加可以加入點對點巴士路線搜尋。另外仲有一個我覺得非常之方便嘅功能，就係可以 check 到路面情況，究竟全香港有啲乜嘢地段依家係有塞車嘅情況呢，都可以讓我容易掌握。總括嚟講，HK Bus Stop App 真正係快靚正，我就話好用到翻唔到轉頭啊！